大家平安。咱生命中间常常会拄到无同款的危机，有一寡人真惊吓面对危机，但是危机袂因为咱的惊吓，就要来找咱。反倒等有时阵咱哪惊，就哪袂当避免。最近的疫情真正是超出咱的想象，感觉上是真大的危机要来攻击咱。所以牧师期待通过今日所读的经文，甲大家做伙来学习安怎去面对危机。今日的经文记载的事件，大概是发生伫主前880年。迄个时阵，以色列北方的国家是叙利亚。叙利亚常常甲以色列人有争执。有一天，叙利亚王甲伊的大臣参详，要去攻打以色列。因就选择一个所在去遐扎营，准备要来攻击迄个所在。先知以利沙得到上帝启示，知影这件代志了后，伊就找人送批去予以色列王，警告伊毋通去迄个附近，因为叙利亚人埋伏伫迄个所在。所以以色列王知影这件代志了，就将先知的话去警告迄个地区的人。因就加强防备。相款的代志发生几啊遍。这个时阵，叙利亚王心内就感觉真奇怪，靠有每一遍拢咧遐尼拄好，要去攻击，就好亲像有人事先去人通知，一定是消息漏泄出去。所以，伊就招住这的大臣，问因讲：恁中间有啥物人？一些人漏泄这个消息，但是中间有人安尼讲，阮拢无漏泄，受先知以利沙的帮衬，将王伫房间内底所讲的计划，拢去甲以色列王讲。所以叙利亚王就去探听以利沙住伫倒位。伊探听的结果，知影以利沙住伫一个叫做多坦的这个所在，伊就派真济的军队伫暗时将迄个城团围掉的，心内想讲，安尼伊插翅也难飞。第二天早起时的时阵，以利沙的罗卜去外面，看到叙利亚的军队将整个的城团围住，就非常惊吓，讲一声惨啊！主人啊，咱要安怎办才好？先知以利沙讲，毋通惊。咱这边的人比因搁较济，这罗卜就真奇怪，明明是对敌的军队遐尼济人，咱比较较少，为什么先知会安尼讲？原来这罗卜所看到只是表象，毋是看到真相。所以以利沙就向上帝祈祷，求上帝开伊的罗卜的目睭，互伊会当看见。所以上帝就开罗卜的目睭。互伊看见着，哇！规山拢有火焰车、甲火马咧围围咧保护因。当叙利亚人讲来的时阵，以利沙就祈祷讲：上主啊，求你互这人目睭失明。上主就听以利沙的祈祷，互这军队的人拢失明。所以以利沙就去甲因遐讲：恁行毋着路啊，这毋是恁要找的城，请恁对我来。伊就带因去到离这个多坦16公里的撒玛利亚城，就是当时阵以色列的首都。因一入城了，以利沙就祈祷讲：上主啊，求你开因的目睭，互因会当看见。上帝听了以利沙的祈祷，就恢复因的目睭，互因会当看见。因看见家己伫撒玛利亚城内底。以色列王看见叙利亚人，就问以利沙讲：我应该将因杀死吗？以利沙讲：毋通，就是你伫战场顶面所掠的兵丁，你也毋通将因杀死，爱供应因食物甲水，互因啉食，然后放因回去因的国王遐。所以以色列王就为因摆设宴席，听互因食了后，就带因回去叙利亚王遐。因为这件事件了，叙利亚人
就无搁再侵犯以色列的土地。亲爱兄弟姊妹，今日这个故事，互咱一寡真好的信息，会当帮助咱安怎去面对危机。牧师要对三个方面，甲大家做伙来分享。首先，咱要面对危机，有一项真重要，就是爱拍开咱信心的目睭。上帝互咱一个真重要的器官，就是目睭。目睭互咱会当看见真侪代志，会当帮助咱做判断。但是有时阵，咱过头挖去目睭，反倒当成做一种窒碍。因为有时阵目睭所会当看到是表象，袂当看出真相。伫无共款的代志顶面，会发生相款的状况。有时阵咱会互咱的目睭所欺骗，特别是咱拄着困难的时阵。伫这段经文中间，叙利亚王派遣真济的军队要来掠以利沙。以利沙的罗卜惊吓，因为伊看袂清楚事实的真相。以利沙的先知安尼讲毋通惊吓，甲咱伫地比甲因同在搁较济。这是以利沙所讲上界经典、上界震动人心的话。甲咱同在比甲因同在搁较济。所以以利沙祈祷讲：上主啊，求你开伊的目睭，互伊会当看见。上主就听以利沙的祈求，以利沙的罗卜一看就看见到有真侪只军兵，上主所派来的军兵围围以利沙来帮助伊。这数量是远远超过叙利亚人的军队。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拍开咱信心的目睭，安尼才袂去互现实的困境所掠陷。咱来看一件代志的时阵，如果注目的代志拢是伫即个代志的困难点的时阵，安尼才困难就会放大，而且来困扰咱的生命。如果咱将咱的目睭转向上帝，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安尼拄着危机，咱就会当有办法去超越。信心的目睭是非常重要。牧师分3点甲大家分享。第一项，就是用信心的目睭，咱会看见危机，但是咱嘛会当看见稳定。上帝会利用咱人生各种的困境来提升咱，来磨练咱。有时阵咱陷入危机了后，互咱真惊吓，互咱的忽略中，甲咱同在比甲因同在搁较济。伫危机中间，其实是充满稳定的。这边的疫情看起来，好亲像比去年的情况搁较危急。但是咱若详细来比较，咱即马拥有的资源，无论伫物质上的资源，互咱有的喙安、物资、较药品，或者是知识上的资源，对公共卫生的了解，对个人保护的知识的了解，比当时搁较济。相款的情形，若发生伫去年，可能会搁较严重。咱应该爱为着安尼来感恩。虽然咱是伫危机中间，但是有遐尼侪医护人员、遐尼侪政府官员伫第一线，利用各种措施来保护咱。咱爱为着安尼来感恩。咱爱看危机，但是爱看见稳定。第二项就是信心的眼光，帮助咱看见困难，但是也看见愿望。一般的目睭会看见到有真侪土，有真侪山，缀条一粒细的种子。但是信心的目睭看见这粒种子将来会生长成做一丛结实累累的果子树。伫旧约圣经中间记载一个故事，会当帮助咱思考这件代志。这故事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到上帝所赏赐迄个老米加密的地的时阵，要进入迄个所在进前，伊先派12个探仔去探查这个地形。这12个人去探查回来了，其中有10个认为讲因无够能力去处理迄个所在，因为迄个所在的人拢找到真悬大
真勇壮。但是其中两个人，约书亚甲迦勒，因毋是简单看见困难，因也看见愿望，看见上帝的应允。结果上帝就祝福这两个人，只有因两个人会通进入迦南美地，其他人因为无信心的眼光，所以一世人拢无法度进入上帝所应允的地。亲爱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嘛是安尼，爱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见愿望。保罗伫写哥林多后书的时阵，信徒拄啊遭受着真大的迫害，所以伊劝教会中间的信徒，伊安尼讲咱所遭受这个短暂的痛苦，要为着咱带来无通比拼永远的荣耀。伊爱信徒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见愿望，毋通因为受苦来离开上帝的应允。亲爱兄弟姊妹，咱来调整咱的生命，无专注咱的眼光去看困难那尔，也爱看见未来的愿望。这一边的疫情看起来真严重，但是咱已经知影防护的方式，虽然伫这段时间，咱就尽可能性较少出门。如果若不得已需要出门，咱就做好保护咱家己的代志。咱配合政府单位的政策，全民共心，一定会当度过这个困难。第三项，信心的眼光帮助咱，毋是干那看见暂时的代志，也看见永远的代志。保罗安尼甲咱勉励，伊讲。阮并无关心看会到的代志，是关心看袂到的代志。看会到的是暂时的，看袂到的是永远的。伊说明咱的生命爱专一去看永远的代志，毋是干那注重暂时的代志。咱也知影，伫世间的日子其实是真短暂。如果若过分专注现在，专心专意去追求俗世一切，安尼真正会因小失大。咱应该爱将更较侪时间、更较侪气力投注伫永远的事业顶面。这一边的疫情也帮助提醒咱，生命其实是真软弱，需要更较敬畏迄个创造生命的主。咱应该爱将咱生命的气力集中伫上帝国的代志，追求这有意义的代志，会互咱的生命更较伟大。面对危机的第二项要诀，就是爱倚靠全能的上帝。叙利亚人拍过来的时阵，以利沙祈祷讲：“上主啊，求你互这个人的目睭失明。”结果咱看见圣经中间讲，上主就听以利沙的祈祷。以利沙将这个军队带到撒玛利亚的时阵，因一入城。以利沙就祈祷讲：“上主啊，求你开因的目睭，互因会当看见。”咱看见着上帝就听以利沙的祈求，互因会当看见。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以利沙伫面对危机的时阵，所用的方法就是祈祷。虽然上帝成就的方法超越过咱会当想象的，但是其中咱会当掌握的秘诀。就是祈祷，祈祷带来改变，祈祷带来倚靠上帝的气力。圣经中间历代记录下卷有一段记载，伫约沙法最王的时阵，当时阵因拄着真大的困境，因为有三个对敌的国家，就是摩押、阿门、甲米欧尼，因联合要攻击以色列。约沙法非常惊吓，伫人无办法的时阵，伊只好求助上帝。约沙法就要求全国的百姓，做伙为着国家的危难来禁食祈祷。当大家聚集伫耶路撒冷同心祈祷的时阵，上帝灵感临伫一个利未人亚哈谢的身躯顶，宣告上帝平安的旨意。所以因就决定出发去征战。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会发现到有一个真趣味，但是真严肃的现象。圣经中间记载着讲，约沙法
甲百姓参详了，伊就设立唱歌的人，俄勒耶和华，互因穿圣洁的礼服，行伫军队的头前。俄勒耶和华讲：着称谢耶和华，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看起了这段圣经的记载，约沙法毋是将上界勇猛的军队放伫头前，反倒等是设立圣歌队放伫头前，而且因所唱的歌毋是迄个军歌，因所唱的歌就是俄勒耶和华的歌。这种大声俄勒上帝，结果咱看起了圣经记载，心裂三声。当因开始唱歌俄勒的时阵，上帝互来犯的对敌，规个拢失败。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俄勒上帝声音，互因的征战得到胜利。亲爱兄弟姊妹，这段经文对咱来讲有真深的意义。俄勒的溃烂，表现伫咱生命中间面对危机的时阵，伊会当互咱伫征战的时阵得到能力。特别伫即马这段非常的时期，牧师期待咱双年教会所有的信徒，大家做伙来祈祷，为着国家的危机来祈祷，为着台湾的百姓来祈祷。亲爱兄弟姊妹，咱被呼召，这毋是为着这个时刻吗？这是做一个信徒上界大的责任，也是上界大的荣耀。咱即马有真侪人拢感觉上界上袂当做啥物货，但是咱会当祈祷。我相信祈祷就为咱带来快乐，请为咱的国家来祈祷，请为台湾百姓来祈祷。这是咱基督徒应该尽的义务。第三项，面对危机，咱会当做的，就是用听来战胜这个危机。咱看见了圣经中间记载，以色列王看见叙利亚人，伊就问以利沙讲：我应该将因抬死吗？以利沙讲：毋通，就是你伫战场顶面所掠来的兵丁，你嘛袂当抬，互因食物甲水，互因食甲啉，然后放因回去因的王遐去。所以以色列王就为因摆设宴席，当因食了，就带因回去叙利亚王遐。圣经记载，因为因这个作为，所以叙利亚人无搁再侵犯以色列的土地。咱来理解，有一寡危机是来自人的攻击，要消灭对敌上界好的方式，就是用听将因变做咱的朋友。主耶稣基督讲：爱听恁的对敌，好款待万分恁的。主动表达善意，是化解万分万仇上界重要的方式。圣经也安尼对咱讲：伊的对敌若枵，就互伊饭食；若喙焦，就互伊水啉。因为你安尼行，就是将火炭放伫因的头壳顶，耶和华也必赏赐恁。意思就是讲，用仁慈好所行来对待咱的对敌，好亲像将火炭放伫伊的头壳顶。一个人有火炭放伫头壳顶，也毋是规个面会发烧，意思因会感觉见笑、歹势。这就是将化敌为友的力量，真正会当消灭对敌、化解危机的方式，就亲像以利沙建议的，因为因用听来款待对敌。所以对待了叙利亚人，无搁再攻击以色列人。这个信息也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听是充满快乐的，伊毋是简单会当化敌为友，也会当镇压惊吓来面对危机。咱应该爱伫这个时刻使用上帝互咱的听，彼此相听，用听来度过这个危机。特别伫疫情真紧急的时刻，检测咱暂时无法度见面，但是咱来清楚，世间无一种力量会当将真的听隔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一定要利用这段时间，彼此带导，互相鼓励。咱来明白，疫情一定会过去，请大家的确伫这段时间，爱利用电话也是通讯软体，互相关心，特别是对非基督徒的朋友。咱更加应该爱更较关心，
这是咱分享平安信息一个上介好的时机。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提醒阮安怎伫危机的中间，对上帝来得到快乐，去超越、去镇压这危机。恳求主，你将这话语刻掉伫阮的心内，帮助阮伫面对危机的时阵，无任何惊吓，用信心的目睭来看，挖靠上帝的快乐，以及用上帝所赏赐阮的疼来镇压这危机。恳求主你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